机会有来的时阵会做咩？如果你心里面是认为说，反正我这样想可以啦，我只是不做。可是你胆大跟机会到了，你就一定会怎么样？你得一点做。所以耶稣基督是把这个表面上不可经营的这个诫命变成是什么？再讲你再去思考你心内的动机跟念头。你想想看，各位兄弟，2000年进前的耶稣在解说圣经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结果现在再讲一次，现在的基督徒还在强调说，圣经说不可以做什么，圣经说怎么样可以做什么。还有很多基督徒一直在跟我强调说，基督教圣经就是在规范我们生活可以做的事跟什么不可以做的事。我跟你说，人家2000年之前耶稣的说不是这个样理解圣经了，好，不是这样了解圣经的。耶稣的意思是说，圣经不是在规范咱可以做什么，会当做什么，袂当做什么，不是。圣经的规范是在规范我们为什么不做什么，跟为什么去做什么。这是上帝要看的所在。好，所以千万记得，当保罗在讲耶稣基督是废掉记载在律法上面的规条，不要把它想成连这个律法的精神跟意义都被耶稣基督怎么样废掉了，没有这回事，不是。好，所以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合一了，不是个不再是透过咱的遵守这个律法。我们合一，不是，是借着基督我们合一。好，所以不要再去想说啊，我讲这几个基督徒，所以我袂使安怎，袂使安怎，袂使安怎。重点不是你袂使安怎，重点是咱跟上帝的关系建立，咱去思考我们为什么不做这个事情，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你可以有，咱会当有盖这诠释为什么不去做这些不该做的事情，不是死守那个表面的做跟唔做，那不是上帝要看的。上帝看的是我们的人心。所以各位兄弟，然后基督徒要不要做礼拜？要不要啦？要。要不要奉献？要。可是你真的认为上帝很在意你，就是每个主日然后坐在这里吗？然后时候到了，等一下听刚得听了安那啊，掏钱奉献，上帝是在意这个吗？上帝在意我们为什么坐在这里，为什么奉献，为什么会当去做一寡代志，是安怎咱无爱去做一寡代志？这是上帝注重，上帝在意的。基督徒一定要回到这一点去思考，让自己的信用。我们因为跟上帝建立关系，因为听耶稣基督，听上帝，所以咱听这的人，听这的甚至跟咱无同款的人，想法、立场、做法跟咱无同款的人，是因为爱上帝的关系，也是同时因为承受。去领受上帝的疼的关系，咱有这个气力，会当听这个跟咱无同款的人。如果我们还在圣经字面的意义，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人你不用爱，真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无遵守安那上帝的诫命，所以这个人死好，咱唔免甲听。好，他所有的权利，我们也可以怎么样？把它剥削掉，不是不是安尼。咱去看圣经，这规定的精神跟原则，咱会当抓到上基准的所在，就知影是安怎。咱需要听，需要牺牲咱家己的权利，需要去放弃咱所有的物件，咱宁可受苦，宁可吃亏，咱要显现咱的听。基督徒在这个世代，尤其是台湾的基督徒是不及格的哈。
你这款的书课是不及格的，只是遵守白纸黑字表面的规定。啊，你得要讲呛下讲，我是好的基督徒，啊，恁这人要下地狱，绝对不是这个概念哈。所以当保罗伊咧强调耶稣基督真做咱的和平，会当把这个外邦人基督徒跟犹太人基督徒合为一的时候，各位兄弟，千万不要误会，保罗是认为圣经的这些规定不重要，不是。圣经律法，即便是刻在石板上，摩西的10条诫，有关是重要的，不过是重要在它的精神、跟伊的原则、跟伊的意义。所以，这个规条必须重新诠释，用咱即马现代的话，重新来讲，重新来遵守，才会有抓到，才会变成是真正在遵守上帝的话。咱若抑搁在遵守2000当进前那个白纸黑字，各位弟兄姐妹，非常大的可能性，我们遵守错了。我们是在做错误的遵守，因为那个使用在2000年之前的文化跟文字，不见得，不是不见得，是很大的可能性，让我们是误会了。这段经文到上尾又是一个挑战。我刚才说的保罗这个异端，最后这一段话也是个挑战。他在讲什么话？他在讲安呢？19节，咱无搁做外面人架脚鞋，就是甲这个圣徒相国，做上帝家内的人，受起坐伫这个使徒甲先知的地基顶，基督耶稣家己真做触觉要紧的照，在伫伊既若做起的隆重联络，踮伫主内渐渐真做圣殿。各位兄弟，伊讲什么人是圣殿？保罗的讲法，圣殿是指什么？圣殿是指什么？如果照保罗这段文字的理解，这个时候圣殿在指什么？刚才他到那个好领款的那个斗，不再是那个建筑物了。这个时候圣殿是指什么？圣殿这阵指什么人啦？我都讲出来啊，人讲出来啊。这时候圣殿是指什么？就是基督徒啊，基督徒的群体啊。各位兄弟，这是异端呐！2000年犹太人，然后听到保罗说：“你说圣殿是什么？是人哦？不对啊，圣殿是什么？一间啊，那一间从什么时候就有了？从所罗门王就盖好了，虽然被毁了，被夷成平地，被毁了。”可是又重建，对吧？第二圣殿时期，一直到希律大帝把它盖到起做甲比所罗门王的圣殿更加大间、更加水、更加贵。遐尼严光的圣殿，你讲即嘛？圣殿的意义改成什么？在人，根基是什么？使徒跟先知，包括旧约跟新约，跟那个是。圣殿，我们这个圣殿的根基，然后耶稣基督是那个上重要那个房角石，所有的石头跟建筑都是靠它联络和得合适。保罗给一个新的观念，不是建筑物，是圣殿。各位兄弟，圣殿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不？圣殿是代表犹太人清楚。圣殿是代表上帝借着圣殿徛起伫犹太人的中间。我有讲清楚无？圣殿是迄间厝，迄个所在是上帝借着迄个所在，互犹太人知影，伊甲犹太人安那三甲做伙。现在保罗把圣殿的概念改成什么？
信徒啊，我们是信徒，所以上帝会借着圣灵，就跟我们怎么样，就在一起了。这个是一个那个时代的异端呐、好，它完全改变那个概念，而且这样的讲法就打破。各位好，这我拢讲国语去哦。歹势，我单位日本回来，这有什么关系？借口。这个是在讲什么？这款的概念又跟动了一个神圣空间的概念。本来对犹太人来讲，那个空间是神圣的，知不？圣殿那个空间是神圣的，有至圣所，只有大祭司几当几盖给比，有圣所，抽签到的祭司开始当底那个圣所来面好塞，有内院，就是祭司院，就是这是底下的台牛太阳的所在，献祭的所在，敢若十甫的以色列人会当去拜，有以色列人院，那是十甫会当底下的所在，男的犹太人。有妇人院，查某人院，就是犹太人的查某人，开当行到迄个所在。啊，有好多讲的上大的外邦人院，这个是圣殿，圣殿是神圣的。我们可以现在打破那个空间神圣的概念，已经把迄个圣殿改成是什么？是群体，那个空间的神圣没有了。这个是很严重的概念，因为在主后70当，保罗在写这个时阵，不到主后60年哦，主后50年，主后70年，圣殿才被毁啊！去罗马的将军提多将军，把圣殿这一次是真的全部毁灭，一块石头无念伫一块石头底面，照耶稣所讲的是。夷成平地，所以犹太人从此以后的拢无圣殿的概念了。因为圣殿被毁，所以那个神圣空间不见。不过保罗是伫这个事件进前10当10到15年之前，保罗就提出这个神圣空间被去掉的概念，这是非常的宝贵的一个概念。看下这。那圣殿那个空间的神圣不存在，挑战一下，礼拜堂嘞，哟呼，礼拜堂是不是一个神圣空间？啊，是哦，哟呼，是你们是神圣，还是礼拜堂是神圣？所以恁坐伫家做礼拜时阵，这个是一个神圣的空间，是不是？恁礼拜刷走了嘞？这个礼拜堂加做什么会？是不是神圣空间？无，这个时阵礼拜堂剩加纸加高遐，它就不再是一个神圣空间了。有没有听懂？这个概念不是我发明的，2000当几年保罗就已经这样讲了哈。所以我定讲，个人教会，咱所有的会友，那拢伫北京路咧食饭，个人教会伫对，伫北京路，这是一个空间做礼拜，一个礼拜堂那样。所以有当时有一寡单位来借咱的场地，然后就说：“牧师啊，这里不能吃便当哦，可不可以？”可以啦。有神圣空间呢，能不能吃便当啦？你们都吃习惯了，就说可以哦。各位兄弟，一个教会伊若规定讲礼拜堂袂使食物件，我会同意一个理由，什么理由？惊加纸加鸟气嘛，是不是？这个理由我会同意。可是你不要跟我说，因为礼拜堂是什么？神圣空间，没有这回事哈，没有这回事。我的母会哈，讲台后面还有一个隔起来的地方，然后上面放一本圣经，然后十字架。小时候
我们是不可以上去的，不可以踩到那个地方，因为那个是什么？他说那里是至圣所，那里我用黑是至圣所，每当大跌，哇，你也颠掉你会电死。各位看到这里，我们已经不再有神圣空间的概念了。再挑战，我们有没有神圣时间？对犹太人来讲很清楚，安息日就是什么？神圣时间哦。那个安息日，那个星期五的傍晚到星期六的太阳下山的那个24小时，是所谓的什么？神圣时间。是上帝定的哦。上帝创造6天，第7天，上帝自己进入安息，神圣时间。有无？咱有无？不理我，咱有神圣时间无啦？哈？基督徒咱有神圣时间无？有吼，什么时候？做礼拜10点到主日的10点到什么？12点是神圣时间。真假？大家迟到的迟到，早退的早退，然后讲道给我度估。不过我现在已经说过了我讲到幻音，大家睡着，因为很多人平常都怎么样？失眠睡不着我来讲道会当让你困嘛是一件事，嘛是一件好事啦各位兄弟。咱已经没亲像犹太人的安息日的神圣时间，因为每一日都怎么样，都一样，每一个节期都跟一样，所以圣诞节是神圣时间是不？是复活节神圣时间？没有，咱每一天东西都是每一天都是所以没有特别去强调某一个时段。你只要在那个时段，你就特别怎么样？发光，它会亮起来没有完全没有在被这些概念辖制的。各位看这，你不是你，是你们。各位看这，我们作为一个信用的群体，咱是去由上帝分别出来的概念。神圣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咱是去由上帝分别出来。对这个世界分别出来，要成做一个信用的群体，要成做我常常讲一个试吃品，要成做一个表现出上帝国生活的款式的一个群体。这样一个群体要在世界上，你是注定，各位兄弟，你是注定要受苦、要吃亏、要被占便宜的，因为你要呈现的是跟这个世界无同款。上帝国的价值，你甲这个世界无同款，你无三钱，你无去欺负人，你无去为着家己的利益甲权利去剥削别人，这是基督徒群体大家表现出来的生命的款式。我要讲一个，咱台湾基督徒不及格包括我们不及格这是我的错，我今天才把总会的那个东京奥运公投的联署印出来。如果大家要东京奥运公投，你想要联署，就是说这个东京奥运，希望我们国家派出去的队伍称为什么？台湾队，不要再变成什么？中华台北队它有一个联署希望我们政府可以这样，其实也是没什么用了不过没关系啦。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联署这个。咱教会只有一个公投的联署就只有这一个东京奥运的公投联署如果要签的话，可以去那个外面桌上拿刚为什么会讲到这个？我们不会有任何的联署是去欺负别人的联署这个联署是有关咱证明让台湾成为一个台湾队，而不是中华台北队对，我刚从日本回来，
好，那个日本的店员就问我说啊，你们讲不通嘛？他说我们讲什么？我说哦，we speak in Chinese。我讲了一下，我马上就警觉到说啊，but we are from Taiwan。我现在日本到处都是中国人，到处都是中国人，连店员也是中国人。该以讲英语讲到半天，结果他讲中文。好，各位兄弟，这一段经文，我在最后做一个结论：耶稣基督真做咱这个信仰群体的和平。不管你原本什么立场，不管你原本什么种族，耶稣基督真做咱的和平，咱会当在伊内面只连结成为一体。不过，不代表圣经的规定不重要，不代表遐个诫命不重要。遐个诫命是由原来遵守的，不过不是遵守伊白纸黑字迄个字面的意义，不是，是要遵守圣经这些诫命的精神跟意义。这个需要诠释，咱需要来讨论。这段经文安尼规定，伊背后的精神跟意义是什么货？这需要讨论，这不是牧师讲的算，这是需要大家讨论，看能不能抓到抓到伊背后的精神跟意义，咱来遵守这个物件，不是去遵守迄个白纸黑字的字面意义。嘿，一定这样做一定会成为迫害者。咱安尼者一定会去迫害到弱势，一定会逼迫到一些人。不过，如果咱去遵守的是迄个背后的精神跟意义的时阵，咱就知影，迄个疼，那个爱会呈现出来，会遮掩一切，会赢过一切。好，咱会当真正了解这个经文的精神，咱同心来祈祷。阿爸爸，阮真正感谢，阮是你所拣选的囝儿，是你所亲身拣选，你上帝国的百姓。望阮伫这个世界，会当这个信用群体会当活出你所欢喜的款式，要互世界看到，这群人是无共款。这群人所遵守你的诫命，是遵守迄个精神甲意义，无按照迄个表面外口所看到的，是真实对心内所挖出来。求你帮咱，因为这困难，阮实在是软弱，无这个气力，不过需要你亲身来引传甲帮助。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我跟长老们说啊，那个成人主日学就暂停一次，可以讲久一点，讲到结果讲太久了。那个垫子，咱今晚要来